高雄的前顶渔港是全台湾上界大的远洋渔港，伫遮呢有15000个外籍船员伫遮出入。政府开始会起一栋船员会馆，即马是由高雄区渔会经营，会馆结合餐厅、旅馆、游戏区等等的多元空间。不过，这间旅馆的房间介绍有真侪外籍船员认为讲伤过贵啊，因无法度负担。 有人咧写表，有人当咧斗拿，因拢是出海回来外籍船员，伫前顶渔港上新的船员会馆休困。70行政院院长陈建仁嘛来视察。这栋会馆主要提供予外籍船员使用，1楼餐厅，2楼是开放空间，除了有佚佗区、浴巾啊，佮有因无共国的船员设计岛式，3楼佮有旅馆。船员会馆啊，就是要互因提供因旅舍大的这个所在。阮2个楼层拢总有64间的房间，有精设着这个基督教甲天主教所使用的这个教堂，还互因来这个伫个这个宗教的信仰上面会使得到这个皈依。高雄区渔会表示讲，前顶渔港逐年有300只渔船出入，外籍船员有15000人，因为船员靠花无偌久，搁要出海。 常常住伫船顶，即马会馆提供64间房间，介绍是1500到2000，是侪无外籍船员。因表示讲，会馆设备真新，阁会当洗身躯休困。毋过休眠介绍负担伤大，因甘愿困伫船顶。Bisanya 500 itu pun ya, kalaupun itu kalau ada saudara tuh mau nginep di situ 500 kami mampunya. Poin pertama untuk kami bisa menghilangkan stres, terus depresi. dan bisa untuk santai。这栋船员会馆是开始一起的，过去流标3届，尾仔由高雄区渔会接手管理。总干事表示讲，会馆毋是干那开放予船员尔，一般游客嘛会使住。1楼的餐厅按算17营业，2楼的空间已经开放予船员使用。3楼的旅馆目前也咧找业者来经营，毋望7、8月会规划好势。记者张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